马公庙主事抚顺将军建庙至今已经有375栋。早前庙体因为年久失修，有漏水等问题，经过整修，伫107年完成。马公庙总干事李仲辉表示，原定伫咧2年前举办建造，但一直跋无飞，后来一直到今年才跋有。而顶一颗建造是伫咧民国63年，距离这座建造已经有48栋。今年新逢我们375周年，然后有跟我们主公请示说今年要建教，然后时隔了48年，所以这一次的建教，我们去迎请了开基玉皇宫的那个开基的张天师，由我们的主仆普济殿一起陪同我们去请张天师一起回来我们马公庙做建教的科仪。主破普济殿将这2栋所留存的1500件花顶收集，摆成隧道造型，形成丁海时光隧道，让参观民众感觉到真新奇，也为第10届府城普济灯会来做准备。马普盛世风华再现，因为我们就恢复它以前那个龙井，然后因为我们普济灯会就是长期就是在庙这边，我们担任这个样子的文化的工作。那这次就是借由这样子的盛会，我们把灯会也把它移到这个主古场来共襄盛举。然后我们去年因为有一些灯笼已经去那个东京展览，然后剩下这2-3年剩下来的这些灯笼，我们全部再做一次大规模的展出。第二前，庙方也请中府天师以及众神尊顶殿，每天举办寺宴大典。比较较特别是主破普济殿。特别设置超大型的大树爷坐定普渡场，10厘米高的高度，也是过去从来唔捌有的规格。整个活动一直到12月3号举办普渡，将正日活动最高调。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